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在防疫这段时间，咱的生活加减拢有淡薄仔限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限制的限。这个限就约束控制，袂当超过的意思，像讲限你3天内爱恢复。另外，这个限嘛是特别针对数量的部分有约束的意思，像咱讲有限，那鼻音读做按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限效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希望会当延长生效。行持的期限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限时批，是咧讲限定时间内爱行到位的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最近因为拄到疫情的关系，头家生意无好，无米兼论话，因为钱歹转势，特别寄一张限时批给债主，希望会当搁予伊限效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限，另外鼻音读做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